自透早議員陳豐武服務處的門口出現排隊人潮，民眾手提着發票要來換高麗菜，為着避免農民辛苦耕作的成果因為量濟計數無好受到損失，特別發起關發票換高麗菜活動。2月1號開始，黃宇在關廟服務處以及歸仁服務處開始捐發票送高麗菜。最近幾天高麗菜盛產，所以農民的高麗菜都偏低。黃宇跟我們的農民一起合作，把偏低的高麗菜來送給我們需要的人。那需要你們的發票來給我們華山基金會一些資助，讓我們的華山基金會有發票，同時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好年可以過。那我們一起來響應這樣的活動，感謝從關廟的里長到歸仁的里長，大家一起來支持。那這個活動會持續下去，希望讓更多人吃到好吃的蔬果哦。活動嘛結合華山基金會年菜發放計劃，甲鄰國的高麗菜甲年菜做伙送到羅西道基長輩厝內，陪伴長輩溫暖過年。此外，高麗菜嘛送到設有供餐服務的關懷駐點，替長輩加菜，互當天加一份溫暖甲關懷，愛心互相串聯，創造農民公益甲社會三贏的局面。台灣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